伫咧台北市有一个65岁查甫人，讲上帝甲指示，讲派伊去太强匪啊，惊透早的日夜都想要撞入去总统府，委员人员随家压制上班。另外，伫家己有一间护专，要一个防退学的少年仔，夜都冲入去校园，不过这校安人员咧甲伊压制时阵，无细力来着伤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加派警力到现场高度戒备，因为这个查甫人举一支水果刀撞入去总统府头前的广场。现场维安人员先把刀抢起来，压制伫涂骹，合过警察到现场，甲人带转去。代志发生伫咧初到透早2点多，65岁姓李的查甫人自贵人坐计程车落车了，就随甲栏杆展开，想要撞入去总统府。警察宪兵随来挡。过程中未造成人员的伤亡，全案依刑法口2公众安全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警方调查，这个嫌犯并无任何定情的记录，被抓起了，伊讲是上帝派伊来太强匪，依照涉犯恐吓公众安全罪嫌以上，先后检方审查。总统府讲，警卫单位第一时间就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快速应处。府区的安全无问题，以后也会继续强化府区的维安加巡查作业，确保相关安全。同款是夜到的惊险场面，是发生伫咧学校。这个穿乌衫的少年人情绪真激动，行为真奇怪，也一支刀一直压。学校安全人员随伫的后壁甲伊压制，不过总头啊，互伊刀围着。有2个同仁有帮他制服之后，我是随即向前要去取他的刀子。然后这个手部才不小心被刀子给划伤。代志发生伫咧嘉义县大林镇一间货专，涉案的少年人最高早起9点多，骑乌托邦撞入去学校，伫国华大楼的地下室也一支刀一直划休，行为真怪异。学校讲，伊本来是这间学校的学生，不过去年4月就退学，唔知为什么过夜刀入来学校。在去年的4月，他因为缺矿太多，然后自行到学校来办退学。那至于说他在学校有没有跟同学有一些恩怨，在他就学的期间，我们并没有接获到。警讲，伫学校的学生看到这种惊险的情形，心内不安。学校直直案发了，已经安大同学。因为有关学校的门禁抑个安全问题，也会检讨强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